虽然时间还未到，请咱在座的兄弟来有比咱的心，用祈祷开始今仔日咱的敬拜礼拜。也安静咱的心，因为牵起心肝的要看见上帝。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开始今天的崇拜敬拜，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看直播的，都愿意将我们自己摆上，求神悦纳我们的敬拜，求神悦纳我们的祷告。心肝清气的，要看见上帝，将咱心的杂物杂念，拢交托伫主的面前，因为有主耶稣会替咱来排解。免惊，伊安尼甲你讲，我甲你同在，毋免惊，我甲你同在。好，当来到伊面前求讨，因为伊讲，恁找都被找着，你拍门，伊要甲你开门。主，阮是你所创造的，感谢你，互阮有即个权柄。来到这个所在，感谢你，也互阮有这个机会，搁一摆伫你的殿院，活地要来敬拜你，活地要来顺服遵探你的旨意。这是你所定定的日，阮知伫即日，阮要欢喜快乐。阮愿意将即日分别做成，唱歌来学乐你。唱歌来感谢你，毋管阮过去的日子是拄着啥物境况，毋管阮是拄着啥物环境阻碍，阮相信，因为有你来替阮排解，有你来替阮排比，阮就会得自由，阮就会搁一摆有新的生命来面对你。感谢你，使阮有一款的勇气，重新面对的勇气。阮真正感谢你，互阮阁会当来到你的殿院，唱歌、学乐、敬拜你。愿你感答阮的心思意念，感答阮的心怀意念。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平安，真欢喜伫上帝所定定的日子，分别做成的日子，咱要来学乐敬拜伊。咱是伊所创造的，是伊所祝福的，咱有权柄伫你即个所在，咱伫即个所在也要彰显荣耀伊的名，全心全意来敬拜伊。全心全意敬拜你，全心全意敬拜你。我们要用华语来唱，用华语来唱。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纪念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节年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行你旨意。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在为要敬拜你，我在为要遵行你旨意。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节年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行你旨意。神啊，我活着是为要敬拜你，我活着是要遵行你的旨意，更是要来见证荣耀你的名。我们是你所拣选、所呼召的，愿意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作为，都是见证荣耀你名的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节年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行你旨意。你是阿法，是阿法欧梅嘎，称颂你名不止息，统管全地永恒的主，全心全意敬拜你。你是阿法欧梅嘎，称颂你名不止息，统管全地永恒的主，全心全意敬拜你。你是阿法欧梅嘎，称颂你名不止
敬拜你，全心全意敬拜你。试验人看人心肠的主啊，求你容阮阮伫你的面前徛在，因为我要将我的案件向你来说明，我的艰难忧愁失意，求你为我来排解，透放阮的罪，互阮得自由，无过互罪控告捆绑。感谢你赎阮罪过，互阮得稳定。用你的话一句句来扶持引带，互阮赢过试炼。感谢你听阮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一生的喜乐，总是起起落落，有时天光，有时落雨。世上怨叹，相信这是幸福的起步。若有你做伴，生命无外苦。一生的喜乐，总是起起落落，有时天光，有时落雨。世上怨叹，相信这是幸福的起步。有你做伴，免惊黑暗路。一世人阮对你脚步，虽然风头无无的艰苦，所有所向加到无平安的路，我拢放下源头靠你照顾。为你打拼忧愁烦恼，有时我梦失去力量。除你以外，无人了解心内的痛苦。我有你做伴，生命有外苦。一世人，阮对你脚步，虽然风头无无的艰苦，世事所向加到无平安的路，我拢放下源头靠你照顾。咱会来想一生的日子，是不是像歌词所写的安尼？起起落落，有时天光，有时落雨，有时绝望，失去力量。咱是不是愿意靠主耶稣的名，搁一摆来得胜咱的生活？一生的喜乐，总是起起落落，有时天光，有时落雨。世上怨叹，相信这是幸福的起步。若有你做伴，免惊黑暗路。一世人，阮对你脚步，虽然风头无无的艰苦，所有所向加到无平安的路，我拢放下源头靠你照顾。为你的路途打拼忧愁烦恼，
时阵梦失去了了，独你我无人了解心内的痛苦，若有你作伴，生命有外苦。一世人分对你脚步，虽然风头薄薄的艰苦，所有伤痛加到无平安的路，我拢放下源头，靠你照顾。一世人分对你脚步，虽然风头薄薄的艰苦，所有伤痛加到无平安的路，我拢放下源头，靠你照顾。所有伤痛。对个平安的路，我拢放下源头，靠你照顾。我拢放下源头，靠你照顾。见证荣光伊的性命，咱做伙来学乐咱的主，因为伊是活个真的上帝，有耳孔会听见，有目睭会看见。咱做伙起立来学乐，我要学乐。我要创造目睭的主，因为万事伊拢有看见。我要学乐创造耳孔的主，因为万事伊拢听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伊拢知影，伊拢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伊拢知影，伊拢明了。我要学乐行公义的主，因为有是冠冕荣耀。我要学乐恨主爱主，伊的信息也无摇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伊拢知影，伊拢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伊拢知影，伊拢明了。我要学乐创造主的主，因为万事伊拢有看见。创造耳孔的主，学乐创造耳孔的主，因为万事伊拢听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伊拢知影，伊拢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伊拢知影，伊拢明了。请你找五个兄弟，甲伊讲，有主做伴，咱真正有福气。有主做伴，咱真正有福气。甲兄弟问安讲，有主做伴，咱真正有福气。我要乐行公义的主，伊的国度是冠冕荣耀。我要乐恨主爱主，伊的信息也无摇动。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已拢在呀，已拢变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已拢在呀，已拢变了。感谢主，哈利路亚！咱将阳光归予咱的主上帝，请坐。主，感谢你日日担当阮的重担，你应该受懊恼、受懊恼、受赞美的。你的恩惠也是为困苦的人有庇的。你是创造耳孔的主，你是创造目睭的主。阮的一切你拢知影，阮的一切你拢明了。阮愿意有你做伴，阮愿意一世人跟对你的脚步来行。虽然有时脚步会打叉，愿你的圣手扶持，互阮伫你的面前，互阮伫你的面前，搁重新有气力来面对。感谢你帮助阮行伫你的光明中，帮助阮搁会较信靠你的名，因为你伫做的事顶面证明。对主的人是有福气的，信靠主你的是福气无限的。是啊，主啊，愿阮会搁较听你，听你搁较深，让我搁较济会信靠你，求你圣神来保守今仔日的讲台，互牧师所讲的，互阮所听的，拢成做阮的帮站，荣耀你的名，利益伫人。帮助阮，互讲的、听的，拢得到造就。也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亲像伫天灵。愿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来，麻烦各起立，咱要来信用告别。咱做伙来信用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就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兄弟平安吼！平安。咱即摆来开声来祈祷吼，为着咱各位兄弟身体有病痛的，有心肝内底有要祈求，咱的主来原谅、来赦免的罪，哦，互咱心变较软吼，来接近咱的上帝来祈祷。请咱为着教会兄弟甲教会各方的事务来祈祷，请开声祈祷。主啊，上帝，求你愿你的感情在你的教会，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看见，在你的国度，在你的教会，在你的人群，在你的羊群和你的儿女身上，有许多的需要，有许多的情绪软弱，我们向你恳求。特别我们为了国际社会，乌克兰与苏联在战争里面所做的每一项征战。生命的破尽，甚至是财力的耗尽，主要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要起来更后的亮光。我们都恳求神亲自来帮助每一个在你面前向神恳求。主啊，天父阿爸爸，阮感谢你，我们感恩主，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的恩典，阮踏着祈祷。教会内底，这兄弟身体有病痛的，请你看顾，请你医治。有心肝、有不足的、有艰苦的，
请你甲因偷开，是，请你偷放阮的罪，阿门，请你互阮伫你面前，会使你因为你的性命、你的真理来得到自由。阿门，圣经伫阮遮，阮就要靠耶稣的名来得到透视。阿爸，阮感谢你，阮一切事工伫你的面头前，请你赐予阮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悔改的心，一个受教的心，将一切交在你的手头。阿门，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全灵的祈拜，听阮祈祷，来赐福你面前的情感。阿门。来，咱启命文第65，我来启，请兄姐来用。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嘛无去。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亲像新娘装脚，好势要迎娶丈夫。我阁听见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看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因要做伊的子民，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伊要擦去因目睭拢总的目屎。无久死实，嘛无久哀伤、嚎叫、疼痛。因为前的代志已经过去，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啊，我将万米拢换新。伊佫讲要写起来，因为这的话真实可靠。伊佫甲我讲：完成了。我是阿里法，也是欧米伽，是开始甲结束。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得胜的人会承接这个，得胜的人会承接这个。因要做我的主囝儿。来，咱请圣歌队来献诗。
好，请掀开周报吼，来看教会消息。好，今日本主日会后小组暂停一周，吼，10:50到12点举行长职储备同工的训练会，吼，邀请有意愿要参加的兄弟，吼，踊跃来参加。好，后主日10月6号下昼1点，伫本会1楼副堂，要甲南台教会同工来召开大桥里圣诞节活动同工的说明会，邀请时间有方便的兄弟，伫小组的聚会后留步伫教会2楼休困，等候参加。10月7日下昼2点到5点，吼，要举行中职联谊会。2024年甲第35届选举，地点伫东门教会，报名费1人100。有意愿的人，请到楼骹公布栏遐填写报名表。今日截止12月2日，拜六下昼2点到5点半，本会要甲南台教会联合圣诞节的活动，地点伫大桥里的活动中心。活动的内容是2间教会分工合作，请兄弟伫1楼招待道遐观看活动所需要佩戴的侍奉项目，并且登记填写你意愿和侍奉的项目，嘛为这件代志呢来关心甲带导。后礼拜主日10月7日是退休牧师传道书纪念主日。由陈圣贤牧师前来证道请安报告，请兄弟关心带导甲奉献。来读圣经，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我的命令，不守伊的人，这个就是听我的人，要得到我的爸听伊，我也要听伊，佮将本心显明于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章21节。来，我们现在读圣经希伯来书6章1到3节。那我来读这个台语的部分。华语的等一下请这个牧恩来读。所以咱唔通停留伫基督初步的道理，要追求成熟，无搁再甘打伫脱离死的行为，甲信上帝、洁净礼、甲换手礼、死人的句话、甲永远的审判，顶的假是在拍基础。第3节，上帝若准。咱就要安尼做。
大家平安。我要共读上帝的话，希伯来书6章1到3节。那么，我们应该把关于基督的初步信息抛在背后，朝着更成熟的信仰前进。我们不要老是在信仰的初步阶段下功夫，如懊悔而离弃腐朽的习俗，信上帝不同的洗礼，按手里死人复活，永远的审判等道理，让我们朝着成熟的信仰前进。上帝若准许，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好，请那个小朋友都到前面来，由牧师帮我们祝祷。好，来带着弟弟哈。好，来，咱这回来为着这个细囝，咱这回来为着这个细囝来献上感谢甲祝福。主上帝，阮感谢你，愿你的灵充满伫阮的教会，特别伫这个细囝，无论伫因的家庭，伫阮所徛起的教会，伫阮所徛起的信仰的基础顶面，愿上帝你帮助，互阮有一粒对上帝你圣神的体会感动，互阮会当常常将上帝你话命的话来带互这个细囝。阮相信，当这个细囝伫上帝你的话语的内底长大，毋但要充满智慧，嘛要将气力赏赐互因，互因伫世间上的年日，用因的生命来回应上帝。也愿上帝你祝福每一个老师，每一个陪伴因的青少年，互因常常着读经、灵修、祈祷，甲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是有上帝的话真做因的帮助。带互这每一个细囝，甲因做伙长大成长的时，有上帝你的话，真做因生命美好的祝福。也愿上帝你祝福你的教会，互每一个陪伴青少年、陪伴幼儿工作的每一个老师，嘛愿上帝你祝福因，无论家庭、生活、工作的顶面，拢真做有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你的名。愿搁一摆献就阮的恳求祈祷。愿上帝你甲这细囝、甲因的亲人、甲因的父母三甲弟弟，将上帝你的话常常甲因三甲同在，陪伴这个囝儿伫长大的过程的中间，虽然有困难，总是上帝你也要将平安的喜乐的愿望大大祝福伫因的家庭的中间。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上帝祝福你们。你们要说什么？要说什么？要说谢谢牧师，好，谢谢牧师，好，接下来我们请吴牧师来证道。谢谢。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伫遮真感谢上帝带领咱教会伫经过2礼拜的这个社区的音乐班啦吼，所以咱这个时候，马请小朋友吼，会当先留下来，可以看一下哦。小朋友来，请你们先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成果哈，这几周的成果哈，虽然只有2周，昨吼都教会停电吼，干了1摆尔哈，咱这回来看一下影片哈，有吗？有，等一下，好，咱继续为着这细囝来祈祷啦吼，因为咱的青少年甲这老师嘛拢真用心，阁有这个淑珍老师吼，淑珍老师本身伊过去嘛受到真好的教育，互伊会当有真好的声音，会当来陪伴咱这个细囝，所以咱会当继续来为着咱的社区音乐班来带导吼。世界里找寻生命成长的意义。
当我来到大桥音乐班，节奏音符是何等美丽。音量再多一点有点件。事我需要去明白，上帝创造生命为何事？让这神是爱的生命音符。你会明白生命为何小朋友可以坐下来看，好，因为有大概4分钟，你们可以看看早年在哪里哦。音量再多一点。星星帮忙带领我，主爱是我力量。主爱是我力量，主爱是我力量。主爱是我力量。给他掌声鼓励。是我理想，当我经历他的爱，忧伤害怕远离我。喜乐力量充满我，当我知道我相信帮我带领我。主爱是我力量。咱训练这些细囝肢体协调，节奏，节奏。咱即摆嘛有得到即个2个学生这2个学生毋是学生啦，已经出社会啦叫做心仪甲即个怡化，怡化是从来毋捌去过教会，但是因的朋友就心仪就该带来教会。准备开始。当我知道他陪我，星星盼望带领我。爱是我理想，让我经历，当我经历他的爱，有害怕远离我，让我明白。对，很好。拿点心看老师，好，先不消。OK。都换你。请问收是什么颜色？主爱是我力量。好，咱搁一摆播声，甲这囡仔鼓励啦嘛为着这老师投入的志工的老师来带导我相信咱的教会是爱栽培后新的一代，或者细囝毋若伫音乐的教育，嘛互因规身躯全人拢伫细汉的时阵就受栽培我看见这细囝，咱嘛伫接续今年咱特别伫圣诞节的时阵。咱要看这南台教会，嘛是咱的姊妹教会啦当初咱看大桥教会，看这个南台教会是由民族路教会开拓的2间教会，所以南台教会即马新的牧师肖维仁牧师跟胡翠峰牧师嘛真欢喜，因今年当就任，但是因今年就是总责嘛是因即摆的这个总召敢是。总干事啦我昨特别看伊咧交谈的中间，伊是即摆负责，伊是较早即个杨牧师的儿子啦所以我感觉真感谢上帝上帝伫即摆今年，咱伫12月21礼拜六，咱要看南台教会举办即个大桥礼原先咱是有算是要伫东桥的所在，但是无拍算无法度通预定到，所以今年咱先伫大桥礼会当看南台教会。的兄弟做伙同工，所以咱伫后礼拜下晡1点咱要看即个南台教会同工做伙讨论包含交通组，包含咱有即个摊位包括这个叫做这什么叫做
秀会长哦，十字绣吼，咱嘛有同工拢参与伫这工作的顶面，咱伫迄过程的中间要来做义卖，即咱要来即个主题，咱要为着需要的单位咱做关心，所以咱邀请兄弟姊妹，即摆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即个活动是非常的好。咱来教会伊嘛要用眉笔具，带领这囡仔有一段时间，期待讲每一个来到伫个会中的小朋友。嘛会当做一寡所做的物件，包含眉笔具的即个活动的中间，会当得到福音。我相信这是非常好的工课。嘛邀请咱兄弟伫一楼的所在，咱有即个公报栏，有即个单啊。你若感觉讲我会当做交通指挥，你就写交通指挥。你若感觉你倒一个部分你会当参与，你就家己填起哩啦吼。所以期待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即个真要紧的工作。邀请你你边的兄弟姊妹家己讲吼，期待你会当做伙来参加吼。期待你做伙来参加。即礼拜我看见我的细囝做一项，互我感觉真感动的事，跟咱分享。因为过去我拢一直咧甲我的囝儿讲，你着爱安怎做，着安怎做。但是即摆互我较体会无相款是，当我互伊的一个规定规则，即个规则伊会当真实，会当家己去甲伊行出来。我感觉这就是一个生命成长，互我看见值得通欢喜的代志。即礼拜我的细囝甲我讲，查某囝甲我讲，爸爸，我要家己行路去学校。我就问阮太太讲，牧师娘，木恩伊讲伊要家己行路，你敢知影？伊讲我知啊。我讲安尼敢好？伊就甲我讲尾啦，咱就陪咧对伫后壁甲伊观察甲看，安尼就好。后来。当我陪伊，真正伊嘛真正完成这个工课。但是第二日，我的查某囝讲：爸爸，我今仔日我搁共款，我要家己行去。但是你3万只，我可能袂遐早回来，因为我会先去全家，去买冰冰，就是永乐多，买互伫安亲班咧上课的哥哥，伊要买去互哥哥啉。我讲你哪有钱？伊讲有啊，爸爸。你真认我甲你讲，我甲你掠零30分钟啊，你着爱互我100块啊！我听了讲，哇，真感动。这查某囝伊竟然伊有身躯有钱，佫用即个方法来达成即个目的。但是迄天过工的时阵，我着互伊去，但是我阮仔伫后壁甲伊对。但是我想讲毋对，我的囝儿伊遮钱毋知有诈无？佮看伊佮行去全家，应该有啦。我伫看这全家的玻璃桶你甲看伊先甲这物件摕了看伊边仔有一个袋当我摕起来先放安怎煎咧。我讲系啦，敢会无小心，等下结账的时阵，敢会无去共算着钱，等下敢会讲怀疑讲伊偷摕我就是烦恼的，敢是要冲你要甲伊讲爱注意。结果呢，出来平平安安，嘛看到伊看这服务人员有真好的互动。因为平常时我若带伊去伫即个全家买这物件，我讲要跟人家说谢谢。伫迄中间伊嘛完成这个动作。等伊出来时，我继续甲伊对，伊嘛完成这个工课。但是迄中间，当伊歪头咧看时，无小心看到我，我就笑笑行过，讲哇，你好棒哦，兄弟姊妹。当我看见细囝伊完成一项咱平常时甲伊讲，你行路着爱细字，爱照着即个规则的时，伊若听到车来，我看伊拢咧歪头咧看有车无？安尼我知影伊有听入去，什么叫做安全的规则？我常常咧思考，我为什么要做牧师？我常常嘛咧想讲，我所期待要成就。偌侪代志，我会去想讲，我的作为，我的期待到底有符合无？言行一致无？我嘛咧思考，我活伫这个世间的年日，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完成的有哪些？不可取代的，不可取代的在哪里？我嘛咧思考，对伫咱我的生命成长的过程的中间。我有具体的完成我所期待的代志，来拟定一个计划无？甚至我若咧想讲，10当了后，
我的教会、牧养的教会、我的太太、我的囡仔会变做什么？兄弟姊妹，今仔日上帝通过咱所要看的圣经节，牧师要带领咱做伙来看，上帝常常伫咱的生命一直拢有咧制定一个属伫咱属灵生命应该爱行的规则。这种的规则，咱要安怎样遵守这个规则，然后达到咱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这就是期待咱会当做伙伫上帝话语的中间，帮助咱，互咱所挖出来的生命、活出来的生命，不单单只是什么，是一种属灵的知识，而是帮助咱通过这个知识，甚至针对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生命的恩典，咱会当将这种的活命的话，重新来活出一个丰富的生命。阿们。所以跟你边的兄弟姊妹讲，你着读主的话，嘛着爱行主的道。你着读主的话，嘛着爱行主的道。所以圣经内底上帝所予咱一个规则甲根基，生命的根基是甚物？今日圣经在甲咱讲起，上帝所制定的信仰的根基，伫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安尼甲咱讲，讲到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呐。什么叫做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是没有根基吗？不是。是离开基督的真理吗？不是。是要爱咱了解，咱所领受的，无论也洗礼，无论祝福也好，无论咱领受的救恩也好，咱拢得爱定心去思考，到底我的生命安怎样脱离这个所谓的知识，然后定心去行入去一个新的阶段，这叫做生命的根基啦。兄弟姊妹，当咱的生命若无脱离，当咱的生命若无这个根基，有真侪时阵，咱无法度通起造一个好佮永壮的生命。马太福音书第7章24节到25节安尼讲，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要问咱的生命有根基无？有啊，咱常常拢来听道理，对无？甚至咱嘛读经，咱嘛祈祷，但是咱的生命有真正好好伫这个根基的中间，亲像希伯来书所讲，咱就应该爱离开迄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啊！兄弟姊妹，咱就爱，咱不仅仅停留在这根基上，我们还要怎么样？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什么叫做竭力？竭力叫做尽力啦。你有尽力无？尽力去完成，到底我的生命出了什么问题无？要安怎通过上帝真理活命的话来挖出来无？所以兄弟姊妹，当你若尽力去为着要互你的生命了解这个真理所要互你的生命的时阵，你会发觉你的生命会哪来哪丰富，甚至你会哪来哪有智慧，要安怎行头前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清楚甲咱讲，咱着追求到成熟啊！兄弟姊妹，你的生命有没有成熟啊？我们要想呢，亲像我头拄所讲，我真做牧师，我有足侪期待。我真做一个爸母，我有真侪期待；我真做一个目前即摆人，你有期待无？有期待无？你要期待啊！每一个人要有期待啊！我今日看见圣歌队唱的这条歌，内底没有所谓的走音呢，真的呢，没有走音哦，是真的，每一个人的声音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叫做和谐跟合一里面。无论是音量大小，无论是声音的音准音高，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有当时，我知加减啊会亲像噪音的安尼，会走掉。但是咧，上帝爱咱伫伊的听的内底，互咱定心认捌着，什么是真理？
真理改袂掉啦，真理袂变啦。但是咱人会变袂？会啊，咱会受环境来影响啊，咱会受到咱家己的身体，因为身体受到什么款的困难，安怎来受影响？所以兄弟姊妹，腓立比书3章13节到14节安怎讲？来，咱做伙来谈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兄弟姊妹，你有想要得到奖赏吗？有啊，得到上帝跟你讲好，个尽忠的萝卜。所以我每一礼拜准备讲道片也好，每一日面对我醒起来迄个时刻，我拢咧想讲，感谢主，上帝你去留我一日的活命。因为我知影，我若无继续努力，当我甲主你当头见面的时阵，当我死了后，当我有一日无意中发生什么代志也好，当我见上帝你的时，我有没有在基督耶稣里得着了那上帝所要给我得着的奖赏？所以兄弟姊妹，圣经跟咱讲的，我们要怎么得？要向着标杆直跑了，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不是想象的得着呢，是要真实的向着那个标杆直跑，而且要努力的跑，尽力的跑，努力的去把它完成。所以我感谢主，上帝带领我们每一个，不管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每一个参与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咱都要有新的目标。所以你有感觉做奇妙无？牧师咧想讲，咱嘛爱去报道，爱去传福音，但是咱要行出去无容易呢。拄好南台教会吼，拄好这牧师来吼，嘛过去我有熟悉，好，这牧师娘，这牧师，伫个过程的中间，他的热情感染了我，眺望了我，让我说感谢主。咱大桥教会会当透过这摆，跟南台教会结合，所以牧师嘛鼓励咱这摆跟南台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持着警醒的心。为着这摆的活动，好好祈祷，嘛哪会使，咱做伙来参与。所以，咱是带着热情，要将这个福音来甲伊分享出去。所以，兄弟姊妹，真感谢上帝，上帝爱咱，伫遵守上帝的规则的内底，就是咱有基督得救的福音嘛，对无？所以，咱得着这个福音做基础，咱就爱知影照着这个规则来行。我相信上帝要互咱的生命，唔那经历什么叫做成熟丰富的生命，嘛要互咱的生命更加得到祝福。伫家庭的内底，什么是家庭的规则？爸母伫家庭的中间会甲囝儿制定规则袂？会袂？会嘛，对无？所以咱得爱安怎？咱得爱有请，搁有啥保护？但是这个规则，你若无好好去运用的时阵，就会安怎？迄就毋是真做规则，迄叫做啥？迄叫做勒索。迄有当时对囡仔也好，对咱身躯边的亲人也好，拢是一个真危险的工课。所以，当咱教导咱的囝儿，伊爱活伫安全的环境的规则的中间的时，咱就爱更加爱有教育的信心、听甲温柔的心来去看待。所以我一直咧感觉，这个规则非常要紧。上帝为着咱制定一个属灵的规则，来引带咱的生命应该要安怎来活。我要问咱，当咱当啊信主的时阵，咱有得到基础的教导无？有无？什么教导？你要安怎去教会？搁有无？礼拜天要去教会，搁有啥？食饭爱祈祷，搁有啥？十一奉献，搁有啥物？搁有得到啥？什么基础的教导？遵守上帝的诫命，搁有啥物？敬爱牧者。所以他拄仔想那牧师拢会讲，甲细囝讲啥物？讲祈祷了爱安怎？好，谢谢牧师。好，搁有啥物？有真多，咱为着就是要互咱的信用。伫即种无相款的教育教导的内底，安怎
得到成长。为的是什么？哥林多前书第13章11节讲什么？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也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这丢弃的不是说经验的丢弃哦，这个丢弃的意思是讲啥？讲咱的心思意念唔通常常把自己看做那像囡仔啦。你明明会使进，但是你一直把自己看做那像囡仔。好，比如讲慧娟姐，请你会当带歌吼，这几摆麻烦你来唱歌助力，好不好？哦，牧师，我很忙哎，我现在怎么样呢？今麦我真感谢上帝，会馆这伊想甲我讲，伊是对屏东啦，屏东潮州潮州遐来伊讲牧师，你讲道足重要，你已经讲道啊，你去带歌，安尼会无专心。你好好安怎讲道？我感谢主，因为伊过去，伊一开始我是亲像我头拄所讲安尼也讲牧师，我也有我的时间，真的有软弱，没办法。但是我很想要唱歌，我也很喜欢带。所以今仔日我看伊在带歌的过程是哪来哪成色。兄弟姊妹，这就是今仔日咱所讲，当上帝的规则一直咧甲咱鼓励讲，你照这个规则来行的时阵，你的生命就会安怎？你只要遵守，你只要学习，你的生命就会哪来哪成色。所以兄弟姊妹，我看见咱的同工，伫上帝面前，伊的生命哪来哪成色。第二，咱要安怎样遵守上帝所制定予咱的规则，就是你工作啦。工作顶面爱规律无？哎呀，你每一日有规律的生活。我即马暗时过去拢熬夜，虽然有时啊嘛熬夜，但是我即马要求我家己，因为我早起时囡仔4个囡仔拢无共款的所在。小学、幼稚园，一个是早疗机构，所以3个所在，阮拢爱看牧师娘安排好势。早起时6点半就爱起床，所以阮爱比囡仔搁较早提早几分钟。所以伫迄过程的中间，准时起床，然后起床了，我有规律带囡仔，当因陪因行路，行到伫学校，然后要出发以前，亲像阮过去，阮妈妈要去学校的时，拢会甲阮带来做伙祈祷。我就带我的细囝做伙祈祷。伫迄过程的中间，我看见我的囡仔有信心，我看见我的囡仔伊知影伊即马去是要做啥？是要做一个学习的工课。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帮助我什么叫做准时，嘛，互我的囝儿学习准时的重要。所以工作的基本原则规则是啥？第一，爱准时。甲你边仔兄弟讲，敬拜嘛就爱准时。敬拜嘛，得爱准时，所以准时搞这工课，我觉得有一句话，有些教会他们宣导这个很重要。准时就是什么？准时就是要学习提早到了。你若要准时，你得爱有提早到的概念。你若无提早到的概念，我跟你讲，你就算你知影准时最重要，你嘛袂提早到了，对吧？你逐摆你拢是迟到的啦。所以我感觉准时就是要提早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然后咧，服从上级的安排，工作，工作最重要。我较早不管我的无论这检察官，我咧做伊的助理也好，也是我的顶面有一个主任牧师，我拢只有做这样代志，就是顺服。无论伊讲的我有侪意见也无，想法也无，我拢先学习顺服。但是我伫顺服的中间，我拢会安怎？甲伊讨论。我讲安尼敢好？安尼有啥物问题无？然后我会甲伊讨论，就是要互伊了解我的看法、我的做法，但是我无甲伊产生冲突。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有法度通完成指定的工课啦。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人伊无法度通完成父母也好所予伊的命令，是因为啥？因为咱无准时的教导咱的囡仔，对吧？你应该爱准时教育你的囡仔，你无要教。你安怎？你每次要教的时候都迟到了。对伫囡仔也好，对伫你的朋友也好，你拢无准时赴约
安尼敢有问题？会产生问题。所以兄弟姊妹，咱爱遵守上帝规则，咱一定爱学习。工作的顶面爱安怎？爱有规律，就是咱对咱的信用也好，对咱的生活也好，咱开始学习一个规律的生活。基督徒爱安怎？来，咱这回来看哈，我们要规律的什么？读经，规律的什么？挑战自我，规律的什么？熟读圣经的人怎么样？交流啦。好啊，我真爱看这个新田这书哈。新田这书是历史老师啊，我唔是讲伊讲的拢对哦。虽然伊讲的只要那是伫真理内底，我相信拢是对的。但是我真爱看伊讨论，因为伊所了解的背景，跟我了解，不太一样，是他更丰富。所以我看见当一个人伊的丰富比我更较多的时阵，我会安怎？我会很乐意虚心受教哦。所以有真侪时阵，咱做基督徒伫上帝话语的中间，咱袂爱去讨论啦。好，牧师真意爱讲，咱会使互相交流，更较侪机会互相交流的中间，你会知影什么叫做规律的检讨反省。我感觉人要有规律的检讨反省，够容易，无容易啦。你大概若得到这个知识你感觉这个是好的，这个是我 OK 啊，无问题啊你袂爱看人做检讨反省啊，你嘛袂检讨反省你家己啊，你会常常会感觉讲，我都知影，我得到啊。所以我感觉咱的信仰就爱常常遵守上帝所予咱的生命规则，爱有规律，规律检视，检视到底我安怎规律咧读经祈祷、灵修祈祷，看见生命的问题，然后挑战自我，去学习圣经里面真理的教导。然后安怎？有时圣经咧看的时候，咱也看无。加减安怎？咱来找人啊，来教会，找牧师也好，找你会当信任的兄弟姊妹也好，讨论上帝话语会帮助咱，然后咱做检讨反省。我相信信仰无迄个讲行袂落去的啦。信仰只有敢若有人安怎？你无愿意面对你家己的生命，你自然行袂落去。所以兄弟姊妹，彼得后书第3章18节讲什么？讲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怎么样？把那个有长进圈起来。咱拢给他注重讲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可是我们却都没有长进啊！兄弟姊妹，长进才是重点啊！不单单只是恩典跟知识啊，重点是咱的生命有长进无？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真清楚甲咱鼓励讲，咱的生命要不断伫伊的稳定甲知识的中间成长，唔是要互咱成做一个咱高高在上、自夸的人，而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所以兄弟姊妹，对伫今仔日牧师所讲起的这个真要紧，上帝所制定的规则，咱要安怎来遵守这个规则？有几个重点。第一，咱要迈向这个成熟的生命。第一个，我们要顺服。你愿意顺服吗？你要学习顺服，因为当你生命在信仰的初期，等你学习顺服，这个制定出来基础的规则，有啥？悔改，对吧？你有悔改无？悔改爱顺服呢。悔改你若无顺服你嘛袂想要安怎？你无要想要信靠上帝呢？你嘛袂要洗礼呢？你嘛袂要安怎？祈祷呢？你嘛无会要安尼去听人的讲话呢？所以兄弟姊妹，信仰的初期，咱一定要学习。你若要成熟，你要先去审查家己到底会顺服无？第二，你有尽力要迈向迄个成熟无？圣经甲咱讲起，咱要尽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需要咱不断伫咱的生活中间安怎学习上帝的话，互圣神来引带咱，活出这种的信仰。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规则要不要内化？要不要？要顺服。人开始尽力、努力、学习，不断的要成熟、成长。第三，
你得安怎？你爱去经历试炼啊！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有真侪人伫顺服的中间、尽力的中间，开始拄着患难来临的时阵，伊就放弃啊！伊就无愿意安怎继续顺服啊？有无？有哦，有真侪信徒嘛安尼哦。伊讲过去哦，我尽足侪力吼，爱去做足侪遮代志，为着就是要顺服上帝，然后尽力要更加好，更加好。但是咧，拄着试炼，就安怎？就失志啊，离开上帝啊。有啊，真多啊。兄弟姊妹，有一个故事安尼讲起，讲有一个叫做阿伦的一个做事人，伊住伫即个庄舍内底吼，啊，即个庄舍内底有一个即片足水的山，啊，即个村民吼，世世代代因拢挖靠一个足要紧的真理，就是上帝赏赐即个土地，然后种植的即农作物，甚至所饲的精生，拢会当得到丰富。后来即个庄舍有一个定一个规则，什么规则？嘛是因祖先所留落来规则，就是大家拢会讲吼，只要上帝所制定的规则，是要保护咱即个庄舍无受到任何的灾难啊。即个规则非常简单，什么规则？就是每一礼拜爱守安息日，然后咧，袂使伫河边吼去掠鱼，啊嘛袂使安怎，嘛袂使去做遮个工课，就是爱敬拜上帝。简单用咱即马的生活来讲，叫做礼拜日，你礼拜日一定爱去教会就对啊。所以咧，即个庄舍因定即个规则，就是佮甲因讲，咱遮个村民吼。除了敬拜上帝以外，就是剩的时间爱看厝邻的亲人，就爱团圆，然后做伙分享、回顾、回想，这礼拜安怎得到上帝的恩典甲祝福，然后好好伫遐感谢。所以村邻的这个老大人会讲，这个规则是上帝对伫咱的保护，既若违背的人，最后会受到大自然的灾害哦。即个阿伦吼，即个做事人吼，伊就想讲，伊讲即个规则吼不合时宜啊，吼有当时吼，咱礼拜日敢会有当时嘛会想讲，这教会什么规则吼不合时宜啊，应该要改变。即个阿伦嘛是安尼想，伊讲吼，这个不合时宜了。这逐摆吼礼拜日吼，我若看到这河边吼，这水啊，这鱼啊内底水吼。这鱼啊，看起来特别多呢，拢无人咧掠啦，因为无人咧掠，大家村民拢去咧做礼拜嘛，对无？伊看着讲，哇，这鱼啊，遮多，无掠可惜啦。甚至呢，看着讲，我若用一天吼，礼拜日吼，大家人拢去敬拜时，我来做这工课吼，我着拍破这个老大人吼所制定的这个规则啊，吼，后来吼，伊有掠足侪鱼无？伊嘛掠足侪。甚至呢，伊嘛去做伊的工课，完成伊感觉即个规则早就互我拍破。即个阿伦伊伫一摆安息日的早起，伊做遮个代志了后，伊感觉足欢喜，因为伊得到足侪丰富的满满的祝福。伊讲，完全互我拍破即个规则，后摆我嘛无要遵守啊。后来咧，到了下晡，当伊咧享受迄个快乐的时阵。天开始变，开始落大雨，水凼开始满起来，然后这个水咧，连伊的厝拢安怎，拢拍歹，拢流去，拢毁掉。伊早起时所掠的物件嘛拢无去。这个风雨过了后，阿伦伊就徛伫家己破破烂烂的这个厝，开始咧思考，伊开始明白。看起来遵守的规则，竟然伊无安尼做，竟然互伊失去这个规则。看起来敢若是失去短暂的利益，但是这个规则的背后，却是互伊知影更较大的丰富，就是保护啦。所以兄弟姊妹，这个阿伦伊讲上帝的规则毋那是一个命令啦。上帝的规则不是单单是一个命令啊，
更是对他所爱的子民的保护跟爱。所以兄弟姊妹，你有感觉上帝要爱咱遵守诫命有容易无？无容易呢。要奉献有容易无？无容易呢。要行动有容易无？嘛无容易呢。但是上帝所伊制定的规则，爱听无？爱听咧。爱做无？嘛爱做呢。爱完成无？嘛是爱完成。这就是上帝所予咱的规则。阿伦这个做事人，伊感觉深深感觉真认罪悔改，定心倒转去到伫庄内，或者到礼拜堂，伊跪落来祈祷，甲上帝求上帝怜悯赦免。伊最后明白一项代志，就是上帝为着伊的百姓所制定的规则，毋是限制啦，是要为着保护甲祝福。所以对迄摆了后，阿伦伊无搁再违背上帝规则，每礼拜遵守安息日，带着伊的亲人做伙到伫礼拜堂敬拜上帝，感谢上帝的恩典，甚至挖靠上帝的智慧来管理上帝所予因面对现前所爱面对的事。这个故事的结局，阿伦伊毋若恢复伊过去所失去的这个修行，伊反倒转个因为伊遵守上帝的规则，然后呢，伊的农场伊的农场重新恢复到繁荣，甚至呢，伊家己本身嘛真做这个庄内的模范啦。兄弟姊妹，伊用家己的经历，甲所有庄内的少年人讲，伊讲上帝的规则是要为着互咱得到利益。只要你遵守这个规则，毋但会互咱得到祝福，嘛会互咱的生命充满着平安甲喜乐。兄弟姊妹，你阁有感觉你所面对的患难，你所面对的艰难，是困难吗？是无好的吗？还是这是上帝互咱生命一个新的挑战？是爱咱学习，是爱咱学习遵守伊的规则，互咱的生命重新活出一个有愿望的人生。所以兄弟姊妹，雅各书最后牧师跟咱分享一段圣经节，雅各书第1章20到40节，咱做伙来读吼。来，我的弟兄姐妹，当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认为是喜乐的事。要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会产生忍耐。你们要忍耐到底，使你们纯全完备，毫无缺欠。圣经这么的明确的在教导我们，生命命拢有困难，生命拢有试炼的时，但是圣经跟咱讲啥？爱希望的，不是忧头苦面的，反倒转的爱更加勇敢。安怎？产生互咱的生命产生有忍耐困难，忍耐到底，顺转完毕，毫无缺欠的生命，就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显明出来。所以兄弟姊妹，我时常看见有真多伊的生命得到丰富的人，其实不是互我看到伊无困难啦，反倒转是互我看见伊安怎在面对困难的时阵，迄种背后的生命力。所以求上帝帮助咱，通过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甲咱讲的，上帝为着咱的生命、信仰的生活，制定最基本的规则甲根基。但是伊期待咱毋是安尼尔定，伊希望咱学习遵守这个规则，互咱的生命会当哪行哪进入属灵的这个成熟的生命。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为着要成熟到伫完全的地步，这才是上帝所期盼咱的生命会当完成的工课。愿上帝话亲自赐福咱做伙同心这个时做伙来吟上帝所互咱感动的诗，圣诗164首，至诚的神，听阮祈祷。
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不相时常常拄着困难的时，有危难的时，咱伫祈祷的中间，上帝话要亲自来鼓励咱。咱有缘坐咧咱坐咧吟就好坐咧吟就好。一生的心跳，愿祈祷，愿正做你圣殿，你来为事稳定无限，请来无伫眼前，求你光大大显明，愿的做。求主耶稣来行写做我路，求你该锻炼我心，派带伊真世途，互阮将心全献做这归顺我的救主。求你那好解时间路，轮着情人的心，互因有力加好加持，听人日日那亲。求你亲像钱仔白来，守出仁爱平安，互你生活伫对那天，得着福气无限。求你亲像大风吹来，我顺这的稳定，守住天的万国万民，拢为敬你加炼。一生的心痛，愿祈祷，我世界做圣殿，你来为事稳定无限，请来无伫眼前。阿门。咱做伙来祈祷，愿主赏赐充足的智慧，伫你所拣选的儿女身上。当阮领受上帝你美好的恩典、祝福的时，真理换命的时，阮的生命到底为阮的生命带来什么款的改变？阮爱时常思考，阮需要常常伫安静、谦卑、顺服的心的内底，去审查家己的生命，深受真实顶头生的画面。主啊，伫真侪时阵，阮袂记得，阮袂记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要爱护阮的生命，因为得救来得到快乐，因为得救会当得到盼望，因为得救会当更加有信心来面对阮眼前所面对的挑战甲困难，甚至互阮的生命重新转变生活的模式。阮需要用基督的心做心，去过着得胜的生活。主啊，愿你圣神帮助阮，伫每一摆敬拜、学了主你的时，除了有外在能力的提升、进步以外，阮嘛知影阮的内心的生命需要成长的思维，嘛爱不断来向前迈进的快乐，唔通停留伫自我习惯舒适的圈里面在过日子。阮知影，因为阮若过着这款的生活，阮真容易忽略上帝你所托付的使命，阮真容易忽略去疼人，
奉献心力帮助需要的人。主愿知，帮助需要的人是阮对受到上帝拣选的责任甲任务。愿你搁一摆听阮的祈祷，坚固你的教会的众兄弟姊妹。愿阮时常认捌主你真理话命的话，也不断去检视真理、福音、话命的话语所带予阮生命的祝福，具体影响力是甚么？愿你将健康的心灵赏赐予阮，予阮同心领受主你真实听阮的赏赐。同心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时，咱做伙同心来奉献。那如果你无了解奉献的意义的，嘛，请你唔免奉献。嘛，邀请每一个伫观看直播或者的兄弟姊妹，你若有感动，将你所奉献的金钱带到伫你就近的教会来祝福、分享、回应上帝所伫你的生命中间的赏赐。咱做伙起立，同心来唱奉献的诗。我来到你面前，专心来感谢耶稣，你安尼地听我多多小弟你。我来到你面前，专心地感谢耶稣，你安尼地听我多多小弟你。主啊，我伫这献上我的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献予你，因为我无够业，无业甲金运，袂当献予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基督，唯一困求，是你会感纳我，献上我的所有。愿我的一生，请做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咱同心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犹原徛地，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诚实，阿罗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地到万世。阿门。
恁通出去，为主的名，为主的恩典，为主的疼来做美好的干净，是靠着信心，是靠着上帝所予咱成熟成长的生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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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别倒。咱今仔日聚会到遮，咱今仔日小组讲庭吼，每一个月最后一周咱拢讲庭。牧师嘛邀请咱足久无看到苏荣姐吼，欢迎伊吼，最近拢咧顾婆婆啦吼，所以真辛苦啦吼。嘛邀请咱若是时间上会拄好诶，咱嘛是当。